看游览的以外，真古典的这个九份仔老街，迄个到假日真侪游客，真侪车，总有一台游览车去下着停车场收费亭，他门下甲全咧破去。咱就知影，若去过九份仔老街，知影伊这条路呢，真弯真滑，路细条，人客真侪。迄若两台车要相闪，尤其是大台车要相闪，这对驾驶的技术是真大的考验。 游览车弄到停车场的收费亭，驾驶敢若真丢毒，尾手决定一路驶向前。不过这油门吹落去，恐惊了真侪钱。后壁玻璃规个脆糊糊，扣年钱挂甲大空势力。因倒车，那硬下去的话，后面的伤害会更大。有意是因为车太多啊。 现场的工作人员由铁电脑、警察来到现场看，代志都发生伫咧昨九份仔停车场的收费亭，直接扣游览车弄甲密密麻麻。亲像这种大台车伫咧九份仔是真接快。变到到拜六礼拜，九份仔是人山人海，今年包要400万人来接爽。不过这弯弯弯弯的细条路，不管大台车、小台车行无几步，就甲对向小闪车，驶去咧车顶，白叔是伫咧考驾照。 难开是一般呐、可是会车很困难呐、就像那个公车开下山呢，开得很快呀、上山也一样。毕竟公车司机逐工伫咧驾走，洗车功夫是看甲栽。即马有团客来到九份仔省，现场也客真侪台游览车考验驾驶的洗车技术。民众洗车时都爱看洗，唔通食紧弄破坏，较袂当着思考爱了钱消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